大家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早上好啊！今天天气非常好，5月12日。那么相信大家昨天晚上在接近半夜的时候看到我的直播，说到今天5月12日啊，似乎各行各业可以开放。那么这个最新的 SOP， 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讲清楚一下啊，说一些叮咛的话。那么这个最新的 SOP 呢，是昨天傍晚非常迟才出炉的。那么出炉了后呢，这个 SOP 必须去提交给这个国家安全理事会，然后上线报。一上线报了，这个最新的 SOP 就生效了啊，就在5月12日生效。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叮咛一下，因为早上我也收到许多电话问我说，到底今天可以开吗？我个人意见是这样子，那么我们就忍耐再多等一天，给这个最新的 SOP 上线报生效啊，这个是官方的做法哈。生效后，那么我们事务的一些警方朋友呢，刚才我有联络他们，警方朋友呢也是告诉我说，因为他们还没拿到这个线报，所以今天如果开店的话，他们的意见是说，最好今天暂时不要开，给大家再等一下，等这个最新的 SOP 出炉上线报了，那么警方知道了，这些执法人员知道了啊，大家开，那个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。所以在这里跟呼吁大家，今天早上暂时忍耐一下。那么这个最新的 SOP 一上了线报，那么地方政府和防务部的这个官网就会上载这个最新的 SOP。但是说了这么多，最重要的我们这个好消息就非常的接近，所以大家再忍耐一下。今天如果大家今天早上开的话，可能执法人员因为还没收到线报，还没有收到这些的通知单，所以他们以为说你们在违法，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，所以希望大家配合一下。今天早上大家忍耐一下，等这个最新的 SOP 上了线报，到时生效就可以敷衍哈就这么短的一些的叮咛的话。那么餐厅还是不给堂食哈。谢谢你说我驾驶，不是我驾驶，我朋友在驾驶很多人都说不能开，只有你说我说可以开，不是我说可以开，是最新的 SOP 说可以开好吧，好的，这样子就在这边跟大家交代几句大家加油，继续保重，保持安全，谢谢。